欢迎收看《台视歌大条》，我是洪敏珍。今日要带观众朋友对屏东县二峰圳的故事开始讲起，因为这条水圳呢已经去100年了。伫我后边呢，这个就是二峰圳的1号出水口，也就是水头的所在。真若讲这出水量有够多、伤多的时阵呢，就会为我倒手边这个水路一路探去这个南边溪。若我这手边这边的水路，就是要互当地居民做民生用水做使用。1923年起，二峰圳的这个幕后功臣，就是日本的水利工程师鸟居信平。那1950年代呢，这个二峰圳边啊，就开始发展做这个排湾的部落。咱来看当地部落是了爸爸，也有二峰圳的故事。伊拉是那子啊啦了家呀传统的歌谣唱出二峰圳起造时，伫遮做工的男男女女的故事。1923年，日本工程师土里诺布的伫南边溪溪床下骹起造的二峰圳完工，收集地下稳泉水，互溪尾的作息人使用，嘛成做附近部落的民生用水。径流到我们前面500公尺会汇集，所以当时的鸟居信平，日本的技师很聪明，他汇集之后再下来500公尺做一个集水廊道。陈德雄是在地来岐乡的排湾族人。6年前，伊看到二峰圳的水愈来愈少，感觉真烦恼，就跳落去参与二峰圳修复的工程。找到了我们主要的厂商哈，我毛遂自荐，说我想下去参与清理跟修复这个工作，能够修复能够通水的话，我当然非常高兴。除了我高兴之外，下游部落在用这个水的人也是非常开心呐。因为二峰圳的地印，族人对二峰圳充满感恩。1950年代开始有族人迁徙到二峰圳的第一个出水口边啊，成做一个部落，或者是着爸爸。不过其实迄个时阵，族人拢唔知影这条水沟啊是安怎会这么清气。我们一直说是拉岭。拉岭就是一个大水沟的名称，好，所以我们要不然就是加一个日本人做的大水沟，是那样那日本啊拉岭，就只有这样。虽然无号名，族人也是非常尊重这条水沟啊，因为就伫来岐国小的边啊，真侪囡仔拢会伫遮佚佗耍水，不过时大拢会叫囡仔唔通影响到溪尾的用水。小朋友一定都会想要玩水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拿一些装水的容器啊，故意丢下去，然后小朋友就可以下去玩水，对不对？那如果说被大人抓到了，就可以说借有捡容器的这个理由哈。可是大人都会说不行啊，因为下游的居民要用到水哈，那会考量到下游的那个用水品质哈。分享是排湾真重要的精神。族人知影，二峰圳的水毋是干那家己的，嘛爱提供予规个屏东平原的造田人。因会继续守护二峰圳，就亲像100年来二峰圳守护车养因，一代搁一代。记者李hin如、林书豪、陈保罗、谢桂林采访报道。潜水的方式，除了咱头拄看到二峰圳这个稳泉水天然的方式，在即阵嘛有大潮州人工湖的潜水方法。这个监控中心呢，就是这个人工湖的监控中心。这边啊，这3窟水头就是对南边溪溪水所来，分做3窟，就是要分别来过滤杂质。过滤后的水呢，一个会当捡起来，或者做事人会当有清气的水来饮餐。另外一方面，就会使用这清气的水来让西南沿海地层下陷的问题得到改善。100年来，利用稳泉水的二峰圳是屏东真重要的水资源。研究二峰圳30吨的水利专家丁特殊教授，嘛提出大潮州人工湖的概念，伫南边溪起造一个水银行，加激出来的水
陷入去地下。那我们希望说，伫个洪水的时阵，咱把这个洪水多余的洪水来引进来，咱这个大潮州人工湖，来做这个地下水路渗做补助，让咱的洪水会当资源化。去年全台可旱时，大潮州人工湖和屏东游玩有水通用，嘛减慢西南沿海地层下陷的速度。无话讲成就是伫监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所有的都是可以使用远端跟现场作为这个闸门的一个操作。那这边会显示我们所收集的任何监控的一个资料，水位也好，水情也好，那个都在这边可以呈现的。除了大潮州人工湖以外，屏东县政府嘛起造一条现代的二洪圳。同款的工法，同款利用稳泉水，伫那边溪的中下游，用现代的建材，提供屏东的民众更较侪的水资源。在林边溪下游，以司法二峰峻的工法设备不同而已，用大自然的一个过滤层，在这个河床底下。然后呢，做了浮流水来取用。今年6月13，拄啊好是二洪圳试通水100年。张铁书教授嘛，希望大家会使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学习甲水好好斗阵。喝到好水都是我们大家的信念。我想这个是大家一直在寻求的。所以我们因为水是我们终身的好朋友。我们要好好的跟他相处，跟他结缘。水这个物件，就讲收济的时阵，就洪泛；无够的时阵，就干旱。所以，我想我们人跟水是息息相关的哈。其实以屏东来讲，屏东的地下水是非常丰沛，但是阮希望阮屏东县的水源是会当多元化。为二洪圳到大潮州人工湖。搁再到新的稳泉水工程，3项水利设施伫那边溪串联，提供屏东多元充沛的水源，加无限的未来。记者李欣如、林书豪、陈保罗、谢桂林、曾派文采访报道。咱知影讲，二洪圳对这头一直到分水港，大约是3600多公尺长。当地人也用二洪圳来号地名，就是希望会当甲这段历史记牢咧。亲像是我边啊，这个屏东内义乡，号做二洪圳的工艺街，还有南澳树林平地森林游乐园区内底，嘛有一条号做二洪圳大道的所在，就是希望对这个名来回想过去二洪圳的历史。大埔山脚的南澳树林平地森林园区。除了规大片青金金的树林，还有一条二洪圳大道，用模型小解二洪圳的原理甲历史。咱来讲这特色了后，对不对？所有游客就拢介清楚讲，哇，原来这有一个地下的水库。游客来到这，毋但通对二洪圳的历史有更较深的了解。园区内底二洪圳景观体验区，嘛真做袂少爸母带囡仔耍水的好所在。耍水，囡仔就爱耍水，佮足凉的，嘿，互囡仔放电安尼，囡仔放电哦，等下就好困的。同款以二洪圳号名的所在，也佮有这条二洪圳工艺街，一件一件原住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踩伫街仔路，踏入工艺师李辉明的工作室，规排的景挂伫壁顶，游路的多亭雕刻。表现出伊想要把台湾文化传落去的热情。这种二峰峻以后，很多客人外地的来参观这边以后，对我们来讲，其实意义很蛮大的，因为配合我们这几个工艺师来讲，很多人会来这边看我们的作品，然后甚至说带给我们当地很多的经济上帮助蛮大的。虽然讲二洪圳工艺街拄则起步。目前有6个工艺师进驻，不过李辉明对二洪圳结合工艺街的未来真期待。能不能各个工艺师能够进驻到这边，然后发扬我们自己这边文化的东西，然后让这个工艺街带动我们自己地方的观光，然后配合这个二峰峻，我觉得这个效应我是觉得我蛮期待的。
紫峰圳毋但是屏东真重要的水利设施，嘛带动当地观光产业的发展，互更较侪人认捌来异乡。屏东科技大学丁教授为了这一个二峰圳的建筑，他在我们可以说是有丁教授把我们的二峰圳发扬光大。然后经过一个日本的女作家，她在日本发行了一部书，所以她这本书一在日本发行的时候，那一年有3部游览车的日本人来观看。当地族人讲，望来遮耍水的游客会当保守环境，互百年来部落保护的水资源会当一代一代留落去。记者李hin如、林书豪、陈保罗、谢桂林、曾派文采访报道。所以无水袂使，所以水是咱一个终身会陪伴的好朋友哈，足主要的朋友。所以咱对水爱敬山顺水，倒转来讲，咱爱知影台湾这个水安怎落雨落水，安怎有山势，地势是安怎。欢迎登来台湾大条，今日这部真精彩，因为咱的叶坪扫到屏东来义乡的二峰圳边仔，这个南鼻溪水头，就是咱后壁这个所在。为怎样呢？因为屏东人拢知影，真重要的这个水利工程，100当前就有日本的水利工程师鸟居信平，伊就是伫咧遮二峰圳这个所在起一条足长的这个水圳。一天呢，会当有超过这个80万人次会当使用这个水，清而且呢是足清源的。今日邀请的节目来宾真精彩哦，真荣幸，就是咱提出这个大潮州人港澳概念的水利专家，前屏东科技大学的这个工学院的院长丁克书教授，欢迎教授。观众朋友大家好，即马伫咱后壁这条叫做南鼻溪吼。其实我伫南鼻溪已经从即个民国65年迄阵，我咧读册迄阵吼，我就来到即个溪吼，做寡即个读册吼，老师有教阮有寡课程内底吼有关即个灌溉设施吼，所以老师有带阮来遮即个所在，小可有看到，但是迄阵小可看尔吼，对伊印象无讲吼足济，所以慢慢了，因为台湾有水资源的问题啦吼，我为荷兰吼。1990年，去荷兰读这个博士，到1997年，所以倒转来了吼，较开始重视这个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的这个研究，所以慢慢才恢复。哇，较早吼，日本时代迄阵吼，就有这个叫做二峰圳哈，这二峰圳大概是较早1917年吼，迄个日本的这个水利专家叫做鸟居信平吼，伊来到这条溪吼，做4年的调查。4年调查，伊看到迄个热浪迄阵吼，就进热浪这阵吼，哇，溪拢有水，哇，水都袂欠啦吼。但是到冬天吼，差不多为11月到过年的4月迄阵吼，哇都无水，溪内底一点仔水都无吼。虽然你有看到这个溪，但是溪吼都拢无啥都干枯枯。所以伊讲伊就接受这个叫做迄阵叫做台湾蔗糖株式会社吼，来遮做这个要开发这个水源，要来做灌溉甘蔗甲这个迄个水稻吼，所以就做足侪调查，发现咗哇，这条溪吼，这个有2条支流，一条叫做莱瑟溪，一条叫做瓦鲁士溪。来到这个所在，看到这2条溪的汇合的所在吼，这溪床吼看吼，所以应该是水量会使足济。除了这个地面水了后，地下水会当伫这个溪坎下骹吼咧流。伊安怎知影？发现讲这内底溪骹溪坎下骹吼，有这个咱头仔讲的这个叫做地河水还是讲这润滑水因为看到有寡水窟啦，有寡窟啦吼，内底佫有水内底有水，安尼表示讲真为地面甲迄个溪床下骹佫有水所以咱即摆伫遮看叫当然经过即摆的科学咱会使用迄个地球物理地球物理的探测的方法会使看到遮即个溪床差不多大概
为滇缅哦到即个岩盘的所在，差不多65公尺。所以目前即摆看到水吼，到下骹65公尺拢有水伫遐流。其实吼，咱对1921年吼，就是讲日本的水利工程师鸟居信平，日本话叫做 Dorinobu 伊其实伫迄个时阵呢，就是开始知影讲离峰圳，头老师介绍讲，即个地下水站吼，伊其实不管是人讲打水机也好，风水机也好，其实伊个地下站吼有真高的即个水源，所以伫迄个时阵吼，当时即个日本的水利工程师都有即个远见吼，就开始要来起即个水准。咱知影讲，其实当时有真侪人讲原住民伫附近的吼，嘛是伫咧斗起即个水路，对无老师？对。当初因为较早迄阵拢敢若靠人吼咧做工课，大型的机械，迄阵日本时代头100年前吼无即个机械，所以有动用安尼这来义鬼啊，吼，迄个部落吼，这原住民大概有14万人厝对无？14万人厝吼，来动用来斗起水路，起水路，乌棚坑，啊了搁迄个灌溉的圳路吼，这然后2年来吼。2年来，差不多1923年的5月迄阵哦，来完工，所以这个工程是当初算起来那算大个工程啊。伊出的水吼25万吨，上悬的会使到25万吨。25万吨的啥物概念呢？就是20万户会使人咧用这水。20万户一户若4个人，差不多100人会使用这水。咱屏东县差不多80几万人尔，80桶啊。所以这缸水就会使饲养饲规个屏东县的人，算是无简单吼。算是真大水利工程，毋过当初时嘛是当地部落的族人斗相挺，吼，把这水路起起来。到这当今老师咱知影讲，其实吼最近大家拢烦恼讲欠水的问题，屏东全拢无传出欠水的问题，吼，无可看的问题，所以会当讲是离峰圳的功劳真大。当然啦，离峰圳是其中之吼，把这水摕出来做灌溉来使用啦吼，灌溉3000公顷的这个水准，所以这个工程讲起来那无简单啦。所以这个水量吼，水量当然啦，迄阵是咧做，甲这个最主要就是要甘蔗甲水稻咧用啊，但是部分因为原住民住伫遮，所以嘛是爱互因用水啊，所以这个水量25万吨哦。讲起来那大，差不多会使25万户的人会使使用，一户若4口4个人口吼，安尼差不多100万人会使食这水。100万人的水，就是讲咱屏东县差不多80桶啊吼。所以头会使饲全部按屏东县的，搁有村呐吼，搁有村就对，搁有村。全县人讲80万人口，你讲你这养饲的人口会当达到100万人，所以一定是搁有村的。所以老师要甲你请教讲，那离峰圳遮尔重要，甲降时甲你养饲遮尔侪屏东人，每一个人吼出来底民生用水也好，灌溉用水也好，拢有滴用着。若是讲着讲，是安怎甲哪边溪有关系？咱今日来这个所在，甲这离峰圳伊的这个角角的牵连是啥物？对，因为那边溪哦，最主要边仔吼，拢是迄个大粒石头地啦吼，所以这个伫较早日本时代，伊要种甘蔗爱着有这个排水良好的所在吼，来做这个甘蔗，但是拢大粒石头，所以日本人来，伊即摆开始爱开发，所以开始做调查测量，了开始有这个变做一个良田。来做种甘蔗，安尼甘蔗因为较早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哦，是足重要的经济作物，伊嘛有一个国防这个战略物资吼，伊会使生产酒精，所以伊那是一个战略物资啊。所以日本人吼，就来遮做甘蔗足济，慢慢扩大。老师，所以咱知影讲，咱即马所在下底吼，地下水站就是离峰圳，伊即个本泉水。咧行的水路，咱边仔离即个哪边溪水头大约是隔偌远啊？安尼吼，离峰圳哦，伊迄个鸟居信平吼，咧设计迄阵哦，因为爱知影这25万吨的水量，伊最主要有设定讲我要灌溉偌大的面积，所以伊就爱算讲我即马水量爱头偌大，所以算来为即个所在，按即马坐即个所在吼，去到对岸，差不多有即个三角堰梯吼，差不多有。328公尺，328公尺内底当然啦，头有40几公尺是一个隧道哈，一个隧道。经过一段时间，这水量无遐大啦。最主要可能是那气候变迁哈，
水量也无啥够，所以伫1927年迄阵吼，搁伫即个溪内底搁做一条455公尺，即个半圆形的一半形的半圆的即个形状的即个叫做集水暗渠吼，集水的即个暗管啊，暗管，这暗管吼来那小人集水，所以即2工水吼拄啊摕着南边溪吼。为前方来，搁甲含七段即条溪的水吼，安尼来，甲做伙送落到即个山骹来做灌溉。前一阵大家拢知影讲吼，各地头即马气候变迁暖化的情形介严重吼，这欠水的问题也不时拢会听到吼。毋过屏东因为这离峰圳吼，伊这水源真充足，所以其实拢无啥听到讲当地有欠水的情形。也毋过呢，伫咧1960年代，因为咱知影讲屏东沿海啦，对即个南边、枋寮、嘉东吼，其实伫1960年代一直到差不多70年代对无老师，开始有即个地层下陷的即个问题，因为拢是养殖业者啦吼，就饲虾仔的、饲毛仔的业者足多。所以老师，咱讲即个人工湖，即个大潮州人工湖的部分，想怎要去即个补水湖，伊甲这地层下陷的即个关系，牵连是啥？即个大潮州人工湖吼，最主要是因为迄个沿海地区吼，他们讲的为东港、新塘啦，到南边、嘉东、枋寮沿海。因为在民国差不多50年代到60年代哈，这大量的使用地下水，搁集中吼来用这个水，所以产生这个地层下陷。差不多为民国60年有记录吼，到至目前吼110年吼，这个按累积的下陷量吼，差不多有3米4左右。3米4，差不多镇楼搁较悬啊，所以较早迄个经济无发现这个大的问题吼，所以一定要有多政策来迄个延缓吼，来看会使地层下陷，会使莫遐严重，会使缓和袂吼。所以尾啊，因为我做这个研究啊，提出有几个概念吼。第一个当然啦，你嘛莫用迄个减少用这个地下水。当然，你无地下水，无大量去用地下水，你下陷就较袂遐紧。第二就是吼，这是国际研究，你着做地下水补助。地下水补助一定要有水源，补助咧去缩了紧，食了紧，安尼较有法度。所以我伫1990年我伫荷兰读这个水文地质的博士我着去做我研究，搁做我足侪试验。地理的研究、水文的研究，水路的研究。水路的研究，所以发现南边溪哇有这个水源，尤其这个南边溪的集水区差不多有330几平方公里的集水区，这水量真丰沛，所以我会使把这个水起来放到地下来补充，补充互伊饱，补落了伊会足紧的流落到沿海地区，这个沿海地区这个水就济啊，水就济，伊地下水位就浮起来，地下水位浮起来，地下水就济，伊就较袂下陷。是，老师，这大潮州人工湖的概念，甲这离峰圳，讲有啥物款的概念？因为它水是对遮来的。无关系，但是尾啊，甲伊插做有关系因为这个水啦补落了水足济啊，水足济，即马有我所在会冒出来所以要安怎来摕这水？因为这水经过地层的过滤，过滤过了所以水就足水，水咱就爱起来做利用啊。所以你袂使伫补，补伊会溢出来会吐出来所以一定爱互伊消，就爱甲抽水抽起来。这个义勇圳较早就是足好的一个典范一个模样啦所以用这个方式来这储水。所以尾啊，即马昨6月13号。伫这个南鼻峰这个新鼻乡南鼻溪边仔有一个叫做新鼻乡建工村堤防边即摆有做一个叫做这个浮流水这个温泉水地河水储水的工程。今日其实咱真欢喜会当伫咧即个南边溪的水头来听讲，即咱下底即个离峰圳温泉水伊的历史甲故事，还佫有整个咱讲即个大潮州人工湖的概念。
搁有整个咱屏东县吼，像怎会当安尼源源不绝，拢有遮尔侪清气，而且是敢若永远拢会当继续使用吼，免惊讲会断水的即种水资源。听到即个丁教授的分享呢，老师落尾敢袂使甲阮分享讲人甲水之间的牵连，啊，搁有整个你头仔讲永续发展，对这水资源的概念也好，水银行的概念也好，咱明仔互即个水资源会当永久。因为水哦是咱大家爱的一个元素吼，空气啊、阳光啊、阳光啊、空气、阳光水啊，是咱人类三大要素了哈。所以无水袂使，所以水是咱一个终身吼会陪伴的好朋友哈，足主要的朋友。所以咱对水吼爱敬山顺水，倒转来讲，咱爱知影台湾即个水安怎落雨落水，安怎有山势，吼啊，第四是安怎，所以爱利用伊的条件来做遮即个水的水资源的开发甲利用，安尼的话吼，较会使知影敬山顺水吼，顺水义啊，按敬安的山，因为山是安尼。森林的森林是我们的水的故乡，所以这山头来顾好，哦，按那要来利用，哦，安尼当然就会使永续啦，吼，会使做这个永续利用哦。是有影吼，敬山顺水，啊嘛知影讲吼，咱讲食果子就爱拜树头，啊食米饭就爱拜田头。其实吼，鸟居信平100年前，这个日本的水利专家呢，鸟居信平有影是。家的亲像人讲田头田尾土地公啦，吼老师，所以100年前的这个土地公到即阵看，阁有后代，遮尔侪听说咱水资源的后辈，阁有专家，继续伫咧遮要带大家，希望会当互即个水资源会当久久长长，今日真欢喜，会当再次感谢即个丁特殊教授。哦，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代志挂大条》，后礼拜再会。真侪人想要学这台语拼音，但是无资源，唔知要去倒位学。台北果菜市场的菜价，互咱辛苦的农友做参考。我希望讲咱的台语，莫无去，莫困去，大家爱赶紧醒过来。